我一开始还买错，一开始买到日本给松山机场飞日本给羽田机场。松山飞到羽田比较近啊。我在台湾呢。持续不醉的创作。其实他刚刚讲的著作等身，已经。罗哥刚刚说他也有等身，他的专辑连起来也有等身。哦。我说我们一张专辑才1.5公分，他说那没有，要直的放。闹热大擂台，闹热強下來。哇，大家好，我係馮姑啊。來，今日大家好。哦，要嚟到呢流行歌曲組。波 V 正八歲，目前的 V 面抓3冠的李秀儀。哎呀，必須講哎。哎呦，今日氣質特別好啊。係啊，係啊，夢同樣氣質哈。哎，給大家抽型都會讓我們驚喜。真的。好，今日仲有一位新的參賽朋友嚟到我哋節目當中。唔錯。好啦，比賽之前嚟介紹下你評審欣賞啊。好，歡迎齊家 V 欣賞，齊思飛欣賞，姚少琪欣賞，宋飛欣賞。好，來開始進行比賽啦啊！來，按你介紹 TV 參賽朋友。TV 類似桃園龍潭，宋祖母帶來煙柳清風。哎，好聽啊，嚟聽下啦。這夜好夢，漸晚公主空洞，唔可以有幾多煩惱。是對應過，眼流一個個夢，流汗那流水湧，心肚裡只盼望幾個聲音要重用，theo我trong夜面嘅拍鬆拍電，一家人嘅從容行過，一頭一頭把把山條心思。心飛空，落葉了，採一場風，強強採過春夏又秋冬，將春紅埋一夢，飛了家庭，一生有幾多，人流下，漸漸透，透殿堂一故事慢慢講，兩份愛照顧。相逢，剛剛採過春夏又秋冬，將春紅埋一夢，飛了家庭，一生有幾多人流下，漸漸透，走殿堂一故事慢慢講，兩份愛照顧你懂咯，兩份。你懂了。阿梅罗哥好，缇娜姐好。眼記得給阿梅。什麼哦？對，佢覺得。他就是講哎，啊懂後生，啊但是懂成熟，哦，有嘛？你有咁講嘛？啊懂，對啊，他成熟啦，對。送一百來係他學生嘅嗰種感覺。從細就開始嚟到呀，係啊，阿梅子嘛，都姐字輩了嘞。對，家你彈起來有啲唱啊，後生嘅，安尼蔡秋鳳。啊，去用 R&B， R&B 的風式，唱歌嘅嗰種感覺。我早上聽彩排的時候，我就說，誒，今天有秋鳳姐來嗎？那共鳴比較在這裡，可是又有 R&B， 今貼片呢，你那戲粉嘛啥？你偶像？
我其实很喜欢追 K-pop， 哦 ，Twice 周子瑜，哦，对，可以跳一下他的歌。I'm like TT，TT 是不是有點老？可是我就國小的時候的偶像啊，對啊。跟你細細開始學嘅時節，學乜嘅歌會較多？我其實頭擺先前創細時節係學流行歌曲，不過創一創，我又知道傳統歌曲咩動神奇，故所又去創傳統，啊，你還又轉來創流行誒。啊，對呀。羅哥說你有新舊交融的感覺。有，真的是真的，就聽起來就是。我這樣形容可以嗎？這個又有新又有舊的那種感覺。你看又有蔡秋鳳，又有 R&B， 很奇怪。這很特別，是一個風格啊。對。你也可以說他有點像林俊傑，有冇那種黏着度？很懂貼俗啦，懂貼俗。謝。這個也做得像欣賞，看樣誒，慢慢的，哈。其實你有按用跟風格出來，有一種風格出來，就是需要微調這樣。對，你是會唱歌的，你是會唱歌的，對啊，長得又可以，共鳴可以改變一下這樣子。是啊，就會喊他離婚。來，哲偉老師跟你專業欣賞，特別欣賞，指導一下。唐講語言成出嚟比賽，係咪阿妹子？阿妹子，細時節佢給阿妹子。其實就懂問題啊，懂問題哈。要懂太認識。我當場有一啲啲印象嚟，啲發事先醫療嘅時間，語言成，係冇？我有點講嘢。錯。哎呦，不要說出來。其實人家講按到，其實一開始唱歌，我就說：天哪！我們客家也有鄧紫棋耶！哦，那有一些有人感覺。他前呢，講他前呢法，佢鄧紫棋嘅唱法。不過我先講佢好嘅素材，就佢整件當強鬆，雖然我哋佢一天當緊張都係會撲嘅全部亂起嚟。醃過咩唔記得醃，不過佢嘅態度係佢啲台當嗰種吃菜感覺，我知道係後背當然愛學嘅。嗰種吃菜會本人講，誒。即使他緊張，但是我還是可以享受你。聽你係飲食真件當量，我知道你保養得當好，跟你自己鐵石，跟因為安尼鐵石，古時候講唱歌喊下聲音，做乜嘅你會講你像蔡秋鳳，我唱鄧紫棋，因為你強着共鳴點出來上，就兩首歌就砰砰，你都在鼻腔，你什麼聲音都往鼻腔走的時候，聽起來會很膩。就是我愛唔點人感情的那位，人衝到強的那位，你要練一下，可能有拍的歌，也係講衝兩首歌時間，你要用頭腔，還是用喉頭，還是用胸，還是我丹田的聲音，我想一下。其實我當氣氛人嘅表演，佢比當然比賽一定緊張嘛。雖然講按到年嘅撲嘅，你要注意嚇。其他音準我知道冇乜問題，還有你 R&B 係你強項，你要記得咯。有時候武器你一直拿出來的時候，它其實就沒有招了。你在很多懂得點的時間點一下，我覺得很好聽。還有把尾音一直在 R 的時候，就會覺得好像這個歌又沒有感情的。你係唔來注意，我希望唔再留下來啦。唔過我分數我喺啲頭前25分開始 Q 咧嚇，我希望喺部線上再分下高分嘅。拜託你留下來，我想要聽你唱後面要不要高分？對，好啦，看幾個分數啦。歡迎下宋祖梅嘅分數。哎呦，收低咯，冤神款哦，一個款呢。我看外形可能也有加分啦，應該有。好啦，恭喜你啦！恭喜什麼先生？也可以哈，哇 ！TV 就93分啦，會不會？今天畢業生那個牌子有帶來嗎？今天沒帶到畢業生啊。好了，沙下來，喺路邊下帶來潮市。嚟，行啦。
情。中秋年年初相见，年啊年亲，至今挂在心。放进来初生，离开心爱家园。故乡茶站两分离，已经已在哪里？哎，我们先生讲那个。这条歌有点像香港恋情哈。太平山卡难分离，如今你在哪里？哎，有唱呢，没唱一条歌的嘛？无啦，我冇唱过。你客家歌好多秋实啊，秋我欣实，赏下呀，你还欣赏下？现任中欣赏哦，。仙人掌欣赏，哦仙人掌欣赏下来吼哦，仙人掌欣赏落去嗯，今日节目猛爱亮的了，个唱啊乜个搞？哎，opening 做唔得啦，係咪哎 opening 哎，流行歌嘅，後咩後堂啊？後堂啊秋實兩條歌係嗯，後後堂後堂，但嘿唔唱嘅歌歌路大部分都比較較傳統嘅吼，你想要編嘛？中古流行嘅歌嘅。有啊，愛學啊，因為欣賞高嘛，剛好就好嘛嘅。嗯， Q 嘅歌咪對我來講咪新歌嘅，因為哦我新歌嘅歌，忙着彈歌，因為我學2年啦，我3年。哦，我愛學嘅時間啊，做會兩首歌嘅，先會安將老客家本色，剩嘅全部係2年學落嘅。哦，真的哦，哎呦，哎有咩有心嗎跟？高單一度咧吧？對啊，跟唔同嘅當到唔係客家人咁樣啊，嘿唔，係客家人佢至少佢彈歌有2條歌嘅啊，佢好就請教咧啊，係跟冇？本身客家人好行得多，嗯，對嘛？係啊，欣賞高我就見學冇，啊全部冇彈。佢假使講有一年講，至少當面係唔講，誒，現下嗰種沿流清風一種歌，你有辦法冇？愛學啊，愛練啊。練應該做得吧？沿流清風嘅節譜係冇人教，哦，唔會唱到唱 R&B 啊，你冇？應該唔會啦。轉音聽到轉音那樣，唔係，夾歌沒做得啦，還有節譜嘅歌對啊，對嘅，啊，嘿還有節奏應該對你嚟講應該較適合，嘿，對嘛？愛練。會練啊愛，我已可以。千秋滾滾來，係嘛？客家講什麼呀？係啊，客家講什麼？台風嘅客家講什麼？冇有嘅啦，你有節奏俾我感啊，那邊盲學歌啊，彈歌。覺。客家講什麼？我困捱啊，係冇？愛練。做得挑戰一下 Pretty。girl，哎，Pretty Disco，你聽我講嘅歌嘅歌名嘛？記一下好冇？哎呀，來不錯，他來現在繼承 Pretty 了啊來來，他本來都說 Party。沒有，我就是說你是美麗的女孩啊。哦，好像有講愛哦。對呀難道當歌名又講唔出對啊，嚟啦？你剛跳起來多麼性感，對不啊，對？好，謝謝謝謝，這段不要留着。哦，從這來搶視頻欣賞公平哈。哦，比下次，然後也嘅上演嘛，喺本年一種當特別感覺哈，就識別度非常高，所以呢，大家唔是看人嘅人啊，就地講哦，也比下這你唱過嘅哈，所以其實talk 過嘅，我知道。我覺得就用你自己現在你也想要樣板去 talk 過嘅之後，也喺潮時嘅話，你見邊 talk 嘅歌，其實當適合人嘅一種上線來唱，而邊帶動到幾種裊裊嘅相思嘅情懷，所以你來唱一首歌嘅，對我也就想要談到嘅地步嘅感情嘅人，係一種很 match 嘅感覺，就很合哈，當合意啊！就係講，見邊係講係馬來本經驗嘅話，我知道，因為有陣時人家客家話其實已經當標準嘅，啊唔過呢，就可能有陣時人可能我咬定也得，我合唱到也得顯啲嘅部分哈，可能我們的深度上面，我們還是要注意，所以人家再顯嘅這種肌肉的運用，還是要稍微有一點點弧度。有陣時可能冇辦法再開來唱嘅時節啦，你想去做出嗰種弧度，可能就沒有那麼的親切了。好，
会比较含糊帶過，所以我會希望講在現嘅部分做得行得好清楚嘅話，可能唔咬死也好，唔要想去走行到前面嘅講明啊，後部嘅講明嚟轉彎嘅時間，你就會較清楚，較清楚。另外呢就係剛剛講到想去學 R&B 唔係做唔定啊，知道喺講亞洲歌曲地步其實就有轉音啦。也個轉音嘅部分啊，啲嘅親密嘅已經唔在已經唔在哪裡好難念。一個地方其實有一個當標準的一種轉音嘅地方，啱過呢可能彈起來就會較硬。喺做地嘅話，如講其實表達感情嘅部分係已經算是一個很成熟的概念。唔過呢樣板應合到一個轉音嘅部分，做得兩人嘅感情來做一個配搭，唔即係嗰個轉音嘅部分，嘅表達當中可能就會較腰到嘅，咪會較順利到嘅，冇法也彈到嘅轉音嘅部分就會較硬到。你想去轉過去，你就會跳。你想去用身體去來，又來跳台。你想去溜溜嘅走出來，又走媽媽出來。故所呢，可能安尼啲要在選擇上面呢，你就會變得冇法度，馬上就可以很順利的把它表達唔想去做出嘅嗰種轉音嘅感覺。唔過人嘅上線係穩定嘅話咧，從一種歌曲嘅嗰種線條也係 style， 我知道會當好。所以我希望講唔做好會留去家嘅歌型，留佢好好練熟來做好嘅。好，安子先。好，張雅文然後喬佑，有冇？其實屬於嗰種演歌的方式啦，最後衝啊，一種風格把它發揮到極致。對呀對呀，好，好來看下個分數，看下羅比下嘅分數。對啊，分數係做得啦哈。係啊，係冇做得。係啊，是沙河那個比可能較緊張啲。佢唔改咩？還可以吧？還可以啦，不知道哈。來，可以啦。好嘞，沙河來。沙河係總選而帶來開我。花香帶你身上嘅氣香，那個女外孫女啊，供出來啊，供出來，混血，小老外，很漂亮啊，哎對，很可愛。帶來係啊，係啲美廣東上來咧，群一路做得啦，換家婆一樣啊，係嘛？對，來表演一下。他有時候放不一款甜戲，比如講阿婆 singing， 他會唱，singing， 對，會唱。我剛以為處女之光，singing。有一雙夜空，看到絕望的渡航，妙嘅西南風，空地茶路的渡航，娘兩條的光，總一同個你渡航，逐隻花蘭我，平地陽光你渡航，無念天風，向向給我看，踏遍水路，變成波動，一張一張。夜夜拜拜，抱擁海橋，掂到任水花生海潮，潮落海都。
中对阳光的如风，无日点风，航向的木下，踏遍水路变山坡道。米莎铁粉是金钟戏耶，啊，金钟戏啊，国就看冇重要。哎，但是人家从国人家播一定冇彈歌啊，一定冇彈歌，一定冇彈歌。所以你播出到倆哈，佢有彈歌嗎？伊彈歌其實啊有的時間，伊如果同我講，我是開彈身體做那個東西。而家一般係唔去參加嘅傳統組嘅，唱山歌本。我而家練完落嚟參模，而家開始練山歌，開始練山歌之類嘅，練落嚟參模。跟人播彈歌乜嘅流行歌曲冇？唱嗰種。什麼人講啦？什麼人講？客家本色啦，客家母嘢啊，鳳舞呀，一種。鳳舞呀，都叫彈歌。我看幾朵花落花開。哎，唔免哎，阿婆羅斯風春本堂，哎，係嘛？啊，有冇做羅歌圓夢這樣？阿婆彈歌個。我哋本堂哈，阿婆排泄哈。哎呀，彈歌唔上拜講嘛冇。青島水歌唔是歌。我知道，因為亞些污蔑了你媽。對啊。不是污蔑。媽媽特地分享了那一集播出的，就是粉專的發文，然後他也沒跟我講，一路去甲分享點點的，一路分享第一個免薯蛋糕，一路講@你，他也沒有@我，他就是公開分享，然後就是說我有買過柿子，應該是你沒有印象。哇！阿姨妹偷臭你。對對對，他偷嘴我這樣，因為我親家同來講，一路他就是公開分享說有，我有買過，你自己。他有一次來錄影就說，哦，他上來台北以後，公司同仁買了柿子，他說哈。原來這叫柿子哦，他第一次知道，結果他媽媽就跟他嘴他。我有買給你過，你媽那時候有拍照嗎？拍下你吃柿子的照片？就是沒有，所以就是他說他的，我說我的，這樣大家沒有證據就對了。對。OK。好了，今天不知道能不能存留下來。難講，這樣有時候可以欣賞。那個心如哈，欣賞。因為其實。就有一個觀念，我們參賽者哈，醫生他少講哈，可能就利用呢擺機會去認同一件事情，就講也係乜該上，行乜該風嘅可能，人家歌手要先定出這個位置，因為用蠻講的嘛，因為你選那個歌曲都非常有特色，但是你今天選了一首，這個等於是選吉娜老師的歌一樣，嘿。妹妹不一樣，她上次有忘詞。我意思講就是說，那個就是你是一個困難度，對，那困難度那種困難度，可以給它詞它 sale 嘛，對不對？它的困難度是那個 A 加級的跟吉娜姐的歌都是一樣的。那一個是反切點按多，一個是這個慢搖的，那種東西哈，全部嘻哈夾。你們有蠻講啊，這基本上它沒有十足的功力，你要利用中文風格來結合在一起，要帶 fusion，又要帶 jazz，又要帶搖擺，那這個已經是哈，你不要說選我的那個掌中音哈，吳妍花上一集還誰被幹掉了，這樣，那個是哈就不小心的，那看到人家講啊就跳那hin啊，對嗎？這可能就因為人家上線非常有特色，從過當歌手的人。又像用這方式，第一個方式就是我的聲音很有辨識度。我選一個假使講要風格等清新的歌曲，拿傳統歌曲來請小康老師來改編，分數還調高。那第一點，如果你選的比較，原有跟群風暗湧你類似的歌曲沒懂好，
好，你选米莎这一种哈。唱歌的啊。我说类似的这种风格，比较清新的路线呢，那种风格对我们来讲都是连老师都是觉得非常难的歌曲。那告诉我会表演呢，发他也有给，但是在比赛的过程当中，造成我们评审睡不着。然后压力也很大。我们刚才几个评审对嘛，按不条今日今天上专业用板衰，刚刚也上哈按后堂哈，电视都总管啊，真给哈，啊没啦。不管今日有留下来嘛，对人其他的舞台嘅用戏，你要非常赞赏。哦，加油！你有听到关键字？下一次再来。下一次，我准备好了。没难讲啊，没难讲啊，很难讲，说不定评分呢，2分没有可能啊，没有可能哈。哦，你有什么话要说的吗？大家再见。看完分数再说。欢迎下總絃儀嘅本書。好，咱91分啊。91分哦。哦。哎。那好像真的可以奏乐了。长亭外，好荣幸哦。古道边，芳草碧连天。谢谢大家，谢谢。晚风破云的深藏。我不知道后面的歌词。夕阳山外山。歌词可以多久啊？有。请下台。谢谢，大家再见。谢谢恭贺长官，哎，恭送长官。91分哈，应该留下来几批东西吧。不过没难讲啊，有场时就会读到评分嘅。但是我较批评的是话，哎，后上年你是人说，客家话真的讲到懂好。懂好啊。客家精神真的是必然要都按。其實客家天使台講走條路啊。對啊，但是誒。應該。哦，好，喊得好。沒有客家電視台按多人，沒冇全部都係客家人啊。但是你講佢客家精神啊，有當然。充電係來支持客家天視台嘅節目，係冇？真的，多謝。people，啊，跟你敬禮哈。啊。不用，你都在準備一下傳統組嘅啦哈。阿婆就談嘅事。好嘞，殺下來。好，殺來古秋田帶來朦朧中嘅你。等㗎啦。梦
新梦欣赏哦，各位朋友们欣赏好，两位主持人好，欣赏。今天唱得很好呢。以后啊，懂我呢，懂有感情。还是靠前面91分，突然压力都解除。对。我压力更大啦，真的哦。更大。你有吗？压力？我降重唔好啊。哦。肯定唔會啦，要謹慎。怕我們又一語成讖了，等下又91分。你青菜炒就是一肯定要謹慎的問題呢。哎呀，真的。真的啊，有新夢先生嚟指導啊。哦，先生，我同講咗錯。按照先生啊，係啊，特色要先生指導係。係啊，你多張模嘅，兩屆係兩屆模啊，一屆嚟啊，係。啊模嘅就全部教本外國人咯。一隻啊，一屆大本美國。哇，真有冇認識有冇認到？幾多個讀書？我某一啲對個語言就英文很有興趣，當於興趣，所以佢是而家語言交換啊，冇是而家荷蘭村學英語啊。哦，做下你認識啊？對對對，係。對台灣認識咧？係對台灣認識。喺欣賞就錯咧。佢係老師，係。師生戀。哦，師生戀。老師都會說，我也想學中文。所以你四龍來台灣幾多年？差唔多7年咧。7年。係。啊，結婚幾多年咧？結婚2年啦。碰到呢？阿牛，可唔可以沖果？來啲，唔好變後生啊！哦，希望你這有膠原蛋白，抹開。長工們有個演藝人員會用自己的那個。對，口水可以。唔係啦，冇相關啊。冇相關啊，冇相關。都是。因為我成龍係偶像啊，係啊，冇相關係。嚇？亞瑟龍堂羅哥講嘅哦。第二個。我想說羅哥已經國際化了。我跟你們認識哎。第二個。應該除了賈斯汀認識我而已。我成龍當好是我煮嘅客家菜。客家菜，因為客家菜很純正，又香又油，油很香，又油，對，真是好吃，重口味，對，重口味，所以佢當好是，特別是到當凍春，有冇人講凍春？因為佢外國人都是1人1份嘛，一個套餐，對，他來到我這裡，有時候他比較慢累續，然後其實把春呢全部是強哦，其實到佢是強，他也怕暴殄天物，知道嘅，他佢排嘅全部係全部本地嘅啦，但是他要撈到全部本地哦，我要煮那煮2船的幾船就是太嘞，唔係我特別講認識唔啦，還是要煮下豆的，會佛強啊，但是佢講。他以為是他的啦，所以佢就是強，特別講吃到好撐哦。後來才跟他講啊，唔懂皮，唔係哦，又運動，又運動還好，反而我個女外孫女啊，講出來啊，混血，小老外，很漂亮啊，對，很可愛。關於有 TV 帶嚟，係啊，係佢咪講東上來咧，看下路，做的啊，看家婆一樣啊，係嘛？對，表演一下，他有時候放不去看電視，佢講阿婆singing，他會唱，singing，對，會唱講。我剛以為邱婷基講。你還跟英文沒有客家腔？客家腔，對。這個會自動切換語言。改天有機會啦，把他帶來棚內。是哈。哦，剛剛繼續都在唱啊。繼續 singing。有了，今天唱得那麼好。哦，搶飛欣賞了，公平一下。好，欣賞好。嗨，邱婷姐，因為我覺得你的氣息真的是很穩定，而且第2邊你每一次在比賽的時候，其實你的訓練都是比別人更多的。其實在這裡實際唱的訓練是很重要的。對，那今天這首歌就像羅哥他說的，真的唱得清厚，真給你清厚。有幾個建議給你，就是我覺得你那個最高音的地方，好，那個夜霧中，我覺得你不要害怕，你很怕，你一直在控制它。這個我覺得你更可以讓他更勇敢的把它送出去，我覺得就會更漂亮。第1遍歌沒有，可是第2遍歌做了，那可能我覺得會更好。你可以去試試看，不要害怕，把那個鐘再把它給放出去一點。再來，我覺得那個朦朧中這個地方，因為是朦朧，我覺得這首歌你唯一缺的一個，你情感很豐富，唯一缺的可能是意境。
哦，怎么样把这个歌的意境在那个朦胧中的那个朦胧把它唱出来？朦胧中，哦，我觉得那个更有朦胧感，比朦胧中更有朦胧的感觉。对，再来就是思念心爱，那个思念心爱，怎样让人家更感受到你的思念？对，那整首歌几乎没马该太大的问题。但是我觉得你如果再把更多的意境，你的情绪够了，更多的意境放进这里面，也就是说你在唱的时候，更多的去思念，思念是什么？就去思念它，而不是思念你那个感觉。好，秋某共用。如果再这样的话，我觉得你的分数会更好，因为已经这么棒。那怎样在意境当中抓住我们的心，让我们都愿意想要闭起眼睛，感受到你的朦胧跟你的思念？我觉得会。好，更棒，对，已经很棒了，加油！好，心目欣赏。对，因为赵老师是方式唱，你就有可能走上去。哦，好，继续努力。好，来看一下分数，来，欢迎下顾秋婷的分数。好，心目欣赏。好，你好，没问题。好，没问题，恭喜，好，谢谢。有点记忆。我一直在讲。好了，杀下来。杀来，嘿，避免炸你小姨带来嘅功夫。好来，谈过来。今晚不天是多少的凉凉，年年的暗不很错在回声，肤色的海面像碰一面一片金粉，天天海浪念念念，看到你的太无助，你说讲爱情无嘛的理由。两眼眼给世界凉凉的风，你讲下你的笑容，拍唱的牙齿，天堂的声音念念念，也是你的太无助。你功夫，你功夫，你呀你跳呀跳到你处。回声，肤色的海面像本一面一片金粉，天天海浪呀呀呀，看到你的太无助。你是讲爱情无嘛的理由，两眼眼给世界凉凉的风，你讲下你的笑容，拍唱的牙齿。念念念，也给你给太无助。你功夫，你功夫，你呀你跳呀跳到你处。你功夫，你功夫，天天夜夜给你讲一步步。你功夫。每一次那边抖，每一次那边抖，哎，你有那个吉他老师抖吗？一起，因为老师这首歌比较不冷。
不懂。对啊，今天为什么装扮成这样？今天跳舞会干不？跳华尔兹了，就是华尔兹圆舞曲的感觉。哦，这样。对啊，我就就是有一个孤独跟月光跳舞的感觉。我要哭了，没有了，没有了。怎么了？在选说了什么？在选择的时候，我在想说是要走这个方向还是走这个方向，就觉得还是想象有一个人在旁边好了。哦，对，双人舞。那你刚少了一个人啊。刚该邀请您哦。要请罗哥就完蛋，你一定会忘词。轻游行呢，很新的歌哎。这个歌是罗英英老师刚出的歌呢。对呀，因为你有没有偷偷2条歌啊？那天我超记得，那天在我要去健身房的时候，然后这样听听，就哎呦，好好听哦，哎呦，好好听哦，唱的好好哦，然后想说不然来试试看好了。哦，真的哦，比较你是在音乐平台听到？对，就把整张专辑听完这样。哇哦，是很认真的来躺购哦。哎呦，真的呢，罗拉比，所以你的那个客家的 database 也很多了呢。还没有啦，没有前辈多，前辈。哦，对，没黑啦，你要比4年吗？他的歌已经堆积如山了。对啊，比4年的话就有200首了。对耶，跟公平哦。哎呀，算一轮就1斗嘞。对呀，英整。对，太了解。对，我每次都很期待你的演出。对，而且你看，从头摆开始，学校都开始沙团，都呀，所以要经验都丰富啊，北艺大很漂亮哎。对呀，牛很可爱。牛很可爱。很可爱。北艺大有牛。我们有2头牛。哦。好，没事。是谁养的？你不知道这故事？好，对不起，我分享一下我们校园奇谈。我们学校牛是之前有个艺术家跑来做一个展览，然后就留了2头，听说大家都觉得它很可爱，然后就把它留着了。哦。然后后来有一只之后过世，学校去买了1只，就买了那1只之后呢，那时候很好笑，就是要买的时候，那个买主就说：“哦，这只牛哦。”那大家反应是怎么样？怎么了？她怀孕了。所以我们学校就买1送1，所以那只牛是在学校出生的哦，小牛。所以现在有3只牛，然后就看到就是真的从那个牛妈妈的那个这样挤出来的画面。你们大家还去看它出生？有人去看它出生，然后还开放投票。它的名字现在叫奥米加咆哮兽，因为这个名字第1名。奥米加咆哮兽，对 ，Omega 咆哮兽，好像是一个什么电子神奇宝贝之类的一个游戏名字，很废，大学生很废，是北艺大的学生吧？离我很远的啦，离我很远的。像我这只牛本来也要被淘汰了，怎么会？后来还是又留下来了。你真的是非常永续长存的牛，我都有在关注。我不是 Omega， 我是劳力士。哦，好，是。劳力士咆哮牛，我可以这样分享。唱周怡先生。好 ，Sally， 其實我看 Sally 睇白比賽都厲害吼。假使講秋婷這隻佢係模範生的話，對我來講，就係資優生。資優生用版型講，基本帶出基本分。你給基本分，用版型這個合格的變100分，給出你的功課。我今日聽從了數高考，當然啦，舞台對你來講，其實冇乜解，因為必然都敗。不管人家外形啊，哈，人家講法，你唱歌，人家知道你就是資優生的。但是我今日聽從了數高考，就知道你懂聲音。我覺得我已經有點忘記了，或者是說我已經沒有辦法感受到一開始來在舞台本來個經驗那種感覺對嗎？哇，少宇唱可以這樣，那個經驗包括你唱歌的上線底背度本來你嘅畫面感，還有 drama 感。那首歌曲多希望有一個，就像主持人講我覺得是不是要有人跳舞呢？你以前嘅肢體嘅動作啊，也係講你啲唱歌嘅表情也好，也係你消化完這個歌詞之後，你要再帶到歌裡面的那個畫面跟戲劇感，我覺得沒有了。但是我只有懂大聲嘅地方，那首歌曲其實都好發揮呢。你有幾點嘅衝動哇！我覺得我好像真的在月光下有一個人跟我跳舞，可是一下就沒了，一下就冇因為我知道你唱的太聲音，然後那個華爾茲他這樣的拍子其實它需要的是滑順感，你唱過還沒有那個滑的話，你就覺得卡卡，就像如果你跳舞，唔可以跳你一直當到人家腳。
你会不会很生气？就是这个感觉，就是这个感觉。故说讲偷掉出国口可能也是你的罩门哦，那想一下，我还是希望各种歌你一定都可以驾驭，那是练习的问题嘛。聽，我當上我這個看到少宇。一開始來啲就舞台當杯，給他上線也好，給他演也好，啲表演也好，本人的 drama 感，那個才是你的特色，你知道我意思？然後結果從去那個張力很夠，而不是我談到懂聲音。當然你歌曲當然表現得當好啦，不過我講你係自由聲，故所講我知道我標準我來下高啲位，好唔好？加油！好，謝謝先生。所以自由聲比較好，還是模範聲比較好？都可以，都很好，都很棒。你幹嘛又哭了？不要理我！哎，這樣子節目每次看到都哭，不好玩的，不好玩的啊！對啊，你很容易落淚，對，很情感豐沛。對，最近過敏啊。哎，你就會唱模範生，哎呀，跟自由生一起。對。那畢業生，再見嘍。不好意思啊，新人。總管，還是嘍，畢業生。啊，對啊，那下一次有機會再來了。哦，傳統組等哦。我們節目需要你。準備做轉來了。對啊，或是我們真的找不到人的時候，你就來救急這樣。可以嗎？救我一下。好的。好，看那個自由生嘅本書了哦。啊。好了，到底是自由生比較厲害，還是模範生比較厲害？哦，看一下李修一個分數。全部的廟路當我買啊，也係奈買。呀，涼咩啦？啊，涼咩哦？你送來嘅啦？你送來哦？咁啊，你唔送啥？係咪？做唔得嚟就讓我做。哦，都係做唔到要讓文具你妹。文具啊！可以哈，李修一個分數。94點分，恭喜修儀秘面成功，也連續4冠哦，恭喜哦！哎呀，來到我哋傳統組嘅保米爭霸賽，目前的秘面長5冠嘅賴燕婷，哎呀，過關斬六將啊，恭喜！五冠啊，我係5道底嘅，你第6冠咧？我第6冠，希望叫做順利過關啦，嚇。應該冇乜問題吧？係啊，好。我哋比賽之前當然介紹下啲評審先生啦，嚇，我嚟介紹一下嚟。歡迎昌永平先生、曾明珠先生。蔡啟貴先生、陳淑鳳先生，好啦，先生介紹睇咯，我們馬上進行今日比賽啦，嚇，今日有新的一批朋友來到我哋節目當中嘅比賽。你面熟之前應該有來過啦，應該有嗬，一位係來自哪邊啦？新竹峨眉，羅雲乾帶來羅山歌。好啦，彈完啦。千里迎面也相见啊，夫妻了。千声言啊，
七海天，天地调风，万物生老泰国铿锵锵锵的泰国呢，哈，罗凤英的，罗凤英的，那么冲哈，冇唔难有名，冇啦，你给罗斯峰就拉了呀，你做听一秒就好了，工作的2分梦中央啦，係啦，啊，到門啲日個錢嘅地方唔係算有名人啊，係啊，麥家錢呢，係啊，麥家錢，唔做麥家條路嘅。係做成喺工廠石頭路退休。哦，石頭路退休嘅，係啊，所以啲人喺工廠咩名人啊，對冇？係冇。係啊，所以一退休嘅。退休咧，退休10年。之前有嚟參加過比賽？有啦。1年前。係3年lang咯。哦，3年lang前有來過。哦，啊，一般有冇上上啊，前飛3年lang前來都。禮拜是永遠踢轉去，禮拜就轉嚟啊！我看禮拜有下進步嘛。係啊，嗰陣時同本陽強下來係啊，強從比賽嘛。我難記得啦。冇，得打這包遊戲啊，你做得可以哈。難道難記得？條下咩要看啊？真冇，係，係有得做條路嘅呢。係啦，條路安全做啊，記憶很好係啊。哦，所以一禮拜上我嚟邊執邊看啦。啊，執邊看啦，邊看啦，人生冇浪費啦。咁本陽有來冇？見本陽有啊，有啊，阿見有冇來比？有啊，有哦。唔要坐下去，佢就見唔來。很慢方便啊。哦，方便啊，哦，等於方便將來比。而家我冇跟住電愛啊，跟住電愛。而家我冇有本陽係你強我嘅得係啊。強一隻冇開眼啦。好，啊！你今日就想揸進嚟比嗬，係啊，啊，看一下嘅比到樣板，當先生嚟講明啊，請高中先生。羅先生今日創業羅山歌，佢係有其個以特殊嘅一個處理方法，哦，佢個聲音也好，佢做一個歌詞嘅分解，佢安尼創，伊做得啦，唔係做唔得嗬。不過我有一絲嘅建議嗬，佢個體機啊嗬，佢千里音源一線鉗嗰隻鉗絲嗬，佢鉗用嘅時間嗬，留嘅伴奏嘅管路嗬，模樣係青蛙，嗬，做佢創嗰個音啊，唔到拉過啦。喺度講冇乜嘅瓦管啊，係冇千伏就錯冇瓦管。嗰個叫 T3 嘅夫妻天來嗰隻雷絲嗬，係唔可以去彈下嗬，要注意下嗰隻雷絲。可能你本來平常時係講海風，講海了講嗰隻雷，就唔係講雷啊，嗬係嘅一下冇注意喎，自己。創到嗰隻詩嘅時間，有一絲絲嘅線，用到海流嘅安尼嘅鹽果，但是佢唔響係啲創轉來哦，一要創轉來，咩冇創轉來嗬？主要兩隻部分要卡嘅安尼，但是稍可以注意一下，我相信佢創得非常好。加油！好，徐樂先生，一定要到詩嘅點點啦，係啊，好，所以嚴峻嘅問題，嚴峻問題，係，好想應個嘅pitch 冇準啊，係啦，係客家話我冇話幹，冇話幹，好，嚟，看下嘅分數，好，看下羅雲強嘅分數。
粉丝会做的吧？做得啦，应该有唔對有機會留下看後尾啦，看後尾看。迄無機會吼，反正節目長長久久，咁大走來變，走來變，好啊好啊，係啊，歡迎你冇來就拍也不用來，對嘛？係啊，也不用來，輪流來，輪來輪去，我都兩隻腔下來比咩腔啊？係，沒做對了哦。節目沒有啊，之前兩公婆腔下來比啊，有腔下變啊，哎，漏功先賺啊，不用先賺就做唔到。記得啊，記得啦。好嘞，好，按姿勢到這啊，好嘞，不可以哈，按姿勢。好嘞，殺下來，殺落去仲未叫得嚟平板。好嘞，彈過啦嚇。哎呦，米狗记啊！愛買錢哦，帥哥美女，好買東西，好買東西哦。人家神父喺廟路當我買啊，也係買。呀，你唔係啦，啊，你唔係哦。你送來的啦，你送來哦，咁啊，你冇送上，係咪？做唔得嚟就中央嚟做啊，都係做唔到咁樣運氣咩冇嘢。運氣啊！跟住你報復好啦，係自己輪流做，輪流做哦，金錢難好啊，你咩？以後啊，本來就要用上캠嘛，上캠係啊係啊，就像個新人嘅神父咁樣係啊。二手的愛心牌的衣服嘛，係啊，哈，所以你們當好啲廟路當也天時當好買東西，會啦，我去摸摸台買啦，摸摸台，大雷啊，大雷啊，大天花，唔係看天師買哦。係看電視，我哋成日要帶啦。哦，我買個洗衣粉啊，當然。變得有留資料，本地啊的哦，所以其實隨時都打電話。哦，不管是出來。同啲人講，誒有嘅洗嘅東西，你都買買哦。哦，其實也有安尼厭惡人嘅。誒唔驚會騙哦，按到天花詐騙啊，棟棟呢。不過2年前買嘅啦，買個乜個啦嘛？自由基嘛，就是健康吃的哦，健康產品，自由基就是體質改變，那買吃都冇事啦，一箱呢，買一箱，啊，你有冇買？給英國輕貴誒，那個一定被話術，有冇話術啊？那種講3萬多給買下去，全部冇事誒。老人家錢最好騙了，真的就是這樣。神力唔好啊，神力唔好。以前電台賣藥啊，有冇？哎呀，全部都老人家。還有個天使總批啊，個有上次同佢打嘴鼓啊，阿佢就買東西你就買了呀。東東人真的特別天台啦，買了沒用啊，沒冇事啦。冇事是都身體模糊，後來運到了。我說還有他說有贈品就送啊，
吼，讲买迄都是含有正品的松爱哦，我讲正品啊，冇迄个哈，我就来刮它嘞。哦，安尼啊。哎呀，又为了探望我吧？哎呦，怎么样？我说不用了。他应该觉得3万多一口价，很厉害啊。3万多这样不能放过，真的就买下去了。真的，因为我跟你讲，他们哦，就是年轻打拼，然后赚了很多钱，然后又舍不得花。啊，他卖无聊大本矮啊！哎，我们算终点了，我不用到3万啊。哪个频道没有卖东西呢？你可以订阅一下，就迪豆给买东西。吃嘞麻辣锅啊，有做唔得了。哦，懂多东西，懂多东西，嘿，他还有专员服务，可以吗？哈，然后大电话拨打哦，那叫吧哈。莫等他正经永远宽电是偏激哦，应该老师风啊，哎，没啦，电话行销啊，尽量莫买，陌生的电话都唔接了。不过他东升了，他默默的他会显示。哎，他手机就会显示说疑似诈骗集团。疑似。疑似诈骗。会，我的手机都会显示哎。来，冲上来了，唐姐在来唱民族欣赏。好，米糕子你好哈。因为米糕子啊，从诶客家山歌吼平板诶亲酱的润呐，做到亲酱。但是有点呢是嘿，因为伊嘅商人的关系，吼，可能一方面也係了解人氣又比較較冷，你要叫佢，你後來呢是會速度呢是會沙每人數都冇講，你點一聽到佢克服嘅，嚇冇你啲天氣台點都，因為電光暗強，一聽到變到冷氣啊，嚇，所以要注意安讓會改進哦，嚇，好，繼續努力，加油！好，安主席，好，多謝，好，來看一下廿個分數啦，哈，看一下仲未夠嘅分數，好。應該再留下來嗬，勇氣哦，莫再亂買東西啦。係啊，大天發本來我就訂閱給他頻道，看給買。好，我還有下面一位，你要買包包的話可以去買。周得請。講這家詐騙集團真的還真的。鄧英強呢，一直層出不窮只要你在面路當中有留埋資料，因為台前全部都收錢的都有吃寬啊。對啊。那當然都有人講啊。但為什麼還是很多人就會被這樣騙哦？很奇怪哦。那咩唔對呢？大家嘅生意就會哦。好，來沙下來一味啊。沙落去城裡面帶來羅山歌。喂，彈好啦。夢自神流。去年有去撩嘛？去年有去撩。去哪撩？日本。哎呀，很好啊，日本啊。我一開始還買錯，一開始買到日本嘅松山機場飛日本嘅羽田機場。松山飛到羽田比較近啊，但是我這是日本的松山啊，我還在台灣呢，我都在台灣呢，我沒有自己飛機可以飛過去的松山機場，飛到日本的羽田機場。然後我心還在台灣，人也還在台灣。凡事莫容，想開難，相信了。
哎呀，陈太狗，你好哈。哎，然后用班，用了，发生什么事情？有心脏也不舒服，不要紧。用哎，心脏不舒服，不要紧，可以。太好了嘛。啊，对。做得了哈。冇問題啊。哎呀，你有操唔操啊？乜嘅？也係太緊張咧。應該是。難怪他心臟不爽。難怪佢吃到我媽送過來。好啦，放鬆你的心，對。帶法典應該我接帶新年一法典來聊哦，後山後水的地方。黑嘛。以前過年的時候會那個跟一些朋友哈，去那個鴨口。南橫的鴨口那邊。南橫嗰邊哦。鴨口。因為你在上山的時候，它很多霧嘛哈。沒就如果是有前一天有下雨，第二天就會很多霧啦。霧氣。有霧氣的時候，你就會看到很不好看那個路了哈。咁講意思，超過該山檔架就寬光下來啦。它會變雲河了。哦，很漂亮。東江啊。雲海啊，你。哦，嗰邊做得去露營嗎？做得我去嗰個看到嗰有隻平台呢，我就去嗰搭帳篷啊，要露營。哦，搭帳篷。結果搭好的時候，我們買很多的那個海產類啊，還有那些高山的高麗菜啦，高山的高麗菜啊，哈，仲係煮嚟食啦。結果嗰雅士路啊，同水推啦，因為高山它溫度比較低，比較高，比較低，所以唔會臭喎。唔會臭，但是把水煮不開啦。哦，它水會慢啊。哎呦，那個小的瓦斯爐，那個用管摩拉強，就會看。跟這個燒柴啊，因為我的係啊。哪來柴啊？鑽木取火。那邊哪來柴啊？自己砍樹啊，有。對呀，哦。後來結果沒有煮開，那天晚上大家都沒有吃了。哎呦。哇！啊，怎麼辦？好在有帶一些乾糧上去啊，不然就晚上就沒得吃了。哦，幾好的啦，幾好的。嗰啲山下，你北上要8個叫嘅時間，差不多要快1個小時哦。哦，視察還用說一群吧？從山下開始算起。哦，到埡口那邊那個。咁我是在市下嚟，山下是在北上呢度啊。因為我們第二天要往然後另外那個台南那邊下來。哦，從那邊下做同歌啊。就通過就南橫下去的，所以南化了嘛，那個又可以去到台南了。哦，強用嘅方向啦。對，哇，一天當好。台南就青島好食咧啦。係咩？哇，你台南都夾個布轉來。係啊，好。好，喊你創出嚟啦。可能心照照，唔啲。可能啊。啲小麥嘅。應用嘅嗬，唱幾個先生嚟公平一下。啊，呢兩個佢咪帶來羅山歌。坦白講，以前啲羅山歌唱得相當好，鐵也生好，又也做得相當好，嚇。結果呢，我就親密，我就有注意到講，民謠嚇盡量可以加強一些咧，我同田爺講，民謠加強一些咧，結果到最尾一段嚇，呀，誓言會有好運來。請打上一到位，因為比賽不能這樣，是一定事情語言，但是最基本要有唱到，我就彈到你誓言了，好運來啦，有冇寫兩隻詩？寫兩隻詩，一兩隻詩呢，當然誓言好運來唔會差，佢會有，因為你講嘅七言絕句嘛。一定要有7隻詩嘛，但是我有講過，雖然講你也有一些嘅唱唔錯，冇唱到啦，但是呢，因為已經被上各院就好像做了晉江，也做了晉順，所以我分數也同大家平平呢，我唔敢講一天樣辦所以也一定要注意唱歌嘅時間，隻詩一定要詩愛情，韻愛言，一定要同你唱到啦，也千重要。繼續加油，好嘛？好，加油！兩隻詩都同但是也做得安算低歌啦，係啦，算低歌啦，好來睇分數，好來，看一下陳里面嘅分數。表現
没问题啦，谢谢哈，谢谢好了，哈，不用轻松，不用轻松。那个罗凤你黏到咧，这留下来礼拜都变了嘞。可能要有一些汗啊，吼，做下小暖真的真的，都应该真的身体要顾好了。来，撒下来，撒落去主兴奋带落3个字。来，躺下啦。兴奋剂吼，真的袂冲的，伤寒后对呀对呀，你带凉痰对吗？唔免啊，带凭证。哦，凭证啊，凭证哦，从哪个片？凭证哦，凭证用嘞？无啦，我想讲嘿啊，糖运动要煮啊。哦，你说你兴奋剂不卡斯东西哈？哎呀，有做一个频道，就去你家蹭饭。对呀，你就调试那个。做得了，做得了。你就调试那个。行来行去啊用。私宠行来行去。嘿，啊，拄好巧遇。哎，对啊，人家我吃饭了呢，好不好？做得了，做得好。你附近有吗？菜市场？哎，凭证嘛，菜市场，不应该叫中正市场。中正市场。龙岗的中正市场。哦，有青岛跟卖米干给片。哦，要人很忠贞才可以去那里，知不知道？哦，那你可以去吗？那我没办法。哎，这边有青岛好吃的东西。哦，真的啊。哎，菜市场卖青后。下礼拜四好嘛，你一个红呀，每一个请。你的先联络，先联络啦。对啊，那么暗喊啦。开玩笑啦，开玩笑啦。当然准备嘅不卡主食的东西嘛，系嘛。冇呢，啊，因为张主一传的。一传哦。做一传就以后了呀。哦哦。做安布头一传。安布头，他这个赚了也是。我看饮食做错嘅啦。3年天啦。3年啊？佢咁要主动多？两方抢菜。两方抢菜，啊有肉嘛？有啦，有肉，冇肉供应的。无肉不欢，对啊。哦，4菜1汤用啊，差不多。先生爱吃肉啦。哦，爱吃肉系啊。哎，男生都爱吃肉。跟住伊个要拄到啊去教卡，啊哦，等鸟卡见面哦。哦，佢先叫我都摆转移，啊，我要查士多已經多啊，已經是9風吹。9風吹啊！ 9風吹啊！你有冇厲害？有暗煙嗎？對啊，我就哦，你暗厲害哦，冇啦。幾買吧？唔係，有1-2樣嘅係顯著嘅啦。係啊，7-8樣，7樣係買。左邊冇實體嘅啦。某事特别唔怕，后事就好啊。好事。你说的摆盘摆都讲啊，有没有以后啊？嘿嘛，哈，表示有认真啊，到处挖宝。对，会做人啊，这系咪同好诶？会鼓捣人的胃啊，哦，他个说到欢喜，诶，说枪真欢喜，对吗？系啊，哦，真的，系啊，做人做很有成就感。有成就感。冇错。好，改天有机会了啊，冲特来。礼拜四啊。係啊。哦，冲出嚟唱秋風欣賞。好，興奮小子吼，
先生哈，看到你出吃了当听哦，中年生日日天当快乐，因为可以用手面哦。嘿，佢一上台時間嗬，佢台風真嘅非常非常嘅穩，係佢演説嗬又非常非常嘅正，結果就係你半夜上人兼寫得去，好定哦。從頭唱到尾，司機全部冇跌破，全部出來當獎，真嘅根本一唐人歌曲嗬，有享受到。你嘅聲音嘅亮度，還個把到歌曲嘅強弱嗬，你當重要。不然彈起來嗬，你講就當享受就出嘅，嗬，個繼續加油哦。好，什麼先生？是這樣，那個彈起來分數，繞兩對呀對呀，那分數應該很高。應該會有。看一下，來，看一下主心腹嘅分數。就是西分，西分自己的基本分，係咪？基督分數以後呢？哎呦，他是我們衛冕者最大的壓力。真的，衛冕者要加油了啊！加油哦！哈，什麼西分子？安子姐，你可以哈。好嘞，殺下嚟衛冕炸啦！係來燕婷帶來婁山歌。好嘞，彈講啦！卫冕者，叶启明哈，幹嘛捧心了一下？因為按人，哦人哦，喂人哦。好聲音，那是不是三把火？你看冇人。佢最近他比較虛弱一點。虛弱一點。不過去年有去撩嘛？去年有去撩。去哪撩？日本。哎呀，很好啊，日本啊。係啊。吃油行。哦，吃油行。係啊。吃油行以後搞。機票聽到就馬上就付了，就是。係啊。哎，沒有做輕走公空的，差不多。說走就走。那你就是買最很便宜的那一種。聯航。沒有，我一開始還買錯。一開始買到日本嘅松山機場飛日本嘅羽田機場。哦。因為那個我是用那個中文去查詢，但我發現機票是要用英文去查。才會是正確的。哎，松山飛到羽田比較近啊，但是我是吃日本的松山啊，我還在台灣呢，我在台灣呢，我沒有自己飛機可以飛過去的松山機場，飛到日本的羽田機場。對啊，然後我心還在台灣，人也還在台灣。哦，松山飛羽田應該抽嘅啊。日本也有松山機場，日本也有松山，日本還有板橋嘞，真的很討厭。都在東京那邊哦。對。哦，還有人要哎，取消要費用嗎？就取消啊，然後我們就開始那個亂英文跟他亂講，然後就跟他說我們是訂錯，然後到最後他有很好心的幫我們把它就是取消啊，飯店就賺到，因為我們是用那個
Agoda 是7+9穷孩一起订的，然后就那个机票取消，我们就只要重订机票啊，饭店就穿斗哦，送呢6000K 吧，5个晚上哦，很便宜，那一个变跨年呀？某啊，去过那个叫什么？那个叫 Halloween， 10月份的时间，Halloween， 还有一个那迪士尼有相片，有去迪士尼，对，它的那个 C 对不对？对，然后这是那个东京铁塔，有，我没有看到东京铁塔，我去看到然后旁边是迪士尼，这是那个小帅哥哦。好了，冲突来唱高中欣赏。燕婷今日唱遐《落山歌》，基本上佢唱的贷款的和迄做得啦不错啦吼，不论讲个嗓音啦，也迄韵味各方面吼，就算以好。不过佢唱遐条歌的吼，我特别人交代下，伊个天意机哦，因为佢天意机迄个父母心，天意机伊可以唱，按就阮无押韵哦，爱唱琴。哦，也记得啦，安排读到安尼是要滴啊哈，伊冇错唔错啦，照人试验迄讲成唔会真差，但是都也安尼情形哈，因为佢咪方有弯琴嘛哈，都爱唱琴。亚扎斯根本伊唱来有些的无买以后哦，佢可能佢咪韵吼唔拉长。洋洋嘞，恩情那一海沉呐。各位亲密就紧嘛吼，现在建议呐。莫用乌啦，用拿会较好发，金拿会较好发音，金无唔会当唔发音。亚扎是因为念唔读成，要重要，因为成就是等于再 happy 落去咩，钱都冇重要哦哈，嘿，做对啦，加油！哦，也会唱《行棍记》。好的，《行棍记》麻烦来了舞台中了。听到了空口说了啊，摇曳生姿呢，很强哦。一首做古trang戲哈。你不卡冇做。哦，不卡做嘛做。對，你不卡做嘅有哦，白冰冰啊。你拿東西啊旁邊呀。佢連做睡衣都做高跟鞋。啊，真的哦，很講究。好，來。剛剛來看賴燕婷嘅分數。有新的挑戰，你錯冇？有挑戰。我哋還會做電台 DJ， 斜槓當 DJ 哦，還係冇簡單的 DJ， 對，可以算是一個挑戰的。哦，但前輩在那裡，你這也講哎，會不會？真嘅。剛剛來看賴燕婷嘅分數。哦，迄咩出鏡下，好得評分呢，哎呦，迄簽時當中嘅裡面炸波味，強用迄五官啊，這樣子哈，我過境哈，加油哦，加油哦，哦，也是啊，有的部分較注意到就開分數會較好，好不好？好，先唱燕婷當中嘅味面炸波味，好嘞，簽詞手上啊，聽聽的來，享受一下兩段歌唱，好。農業音樂會，係今日也為特別來賓啊，我相信大家都是動作師啦，哈，也按節目當中啊脫穎而出的一位好嘅歌手啊，真嘅真厲害，真係厲害，佢出道以來哦，唔單止喺參加比賽哦，
你为个青岛版金曲奖，非常的优秀，有7家创作，根本带落去清醒的作品，会同大家见面。有出唱片的，有出唱片的，很厉害，创作都等身了，你看给你会。真的等身。对啊。好来分享机哈，来也非常多。创作村王一涵。来。空闲就留了地方，細細嘅樹尾，慢慢地太美浪線，這孤獨暗紅，太太嘅樹尾，斜斜嘅到那邊。 時間慢慢地下降。
嘛，你要出唱片恭啊。喜哈！对呀，又出 EP 呢，安好啊，因为真的。也还 EP 吗？也还专辑 EP 哦。EP，那已经凑一张了吗？什么？凑成一张。他们丢到一种哦。也还发行 EP 啦 ，EP 算条歌3束，也也算是一张吧。哎，对，一张 EP，对。哦，EP 三首成 EP，对。先恭喜张磊讲，嘿嘛，你的作品又问世了，你这年轻厉害呢。对啊，你们创作歌怎么那么厉害？持续不坠的创作。对啊，其实他刚刚讲的著作等身，已经是。罗哥刚刚说他也有等身，他的专辑连起来也有等身。哦。我说我们一张专辑才1.5公分，他说那没有，要直的放。你可以这样子放，可能放个10几片，可能就等身了。这样子放。对啊。我就跟罗哥讲说，我们存货等身。六七十张了，有啦，60几张了。厉害啊！哇，对啊。那发行专辑，连他死推了。东南吗？那个年代，我刚开始发片的时候，一年出3张，这个对啊，表示够你青春钱。不是那个时候唱片好卖，黑啦，它只有那个，它只有这个管道，那个可以去收藏这个作品，听这个歌的管道。哦，这个工具的广告，俩模空用卡带，那个时候还卡带。哦，有，我有用过卡带，死推模空用的。但是以现在你们年轻人来讲，你看一年可以出这样3首歌的 EP， 已经很屌了，很厉害。已经厉害啊，易焕几乎是每一年都有作品出，榨干自己这样，榨干。创作人就是这样，好像永远在追逐，对不对？先来介绍一下你俩东西的 EP。好，这张新 EP，我都有书样，树的影子，特别乜嘅意思？因為我感覺我細個時係一隻寫書嘅小樹苗，小樹苗啊，我嘅爸爸媽媽係胎書，哦，像大樹一樣，記得有書讓做的庇護我。哦，它有樹影可以保佑你，讓我平安的成長。讓他我係一隻胎書咧，我感覺哦，原來大樹要承載那種很刺眼的紫外線，或是那種風吹雨打，然後我才會形成讓他看到嘅樹樣。哦，對，做得讓他哪個書樣做得去可能照顧比我年紀更小的家人啊，或者是我身邊的朋友。應該不會要結婚了吧？沒啦，他有對象了嗎？報說。哎呀，就是粉絲朋友們，朋友。對。爸爸媽媽，你算是一個孝順的女兒嗎？那嘿啊，我自己自認是，但是我沒有問過爸爸媽媽。哦，對，我吃到幾個黑，我是，我第一間媽媽係可以做船店的，後來沒有同。哎呦，跟你們搶生意啊！沒有，那遠的嘞，他在龍潭，暗夜幫到他。對啊，真係很優秀。係啊，發行3條歌誒，3條，因為條他第一條書樣係第一條，還有哪會2條？第一條係一間蟲嘅空間，一間蟲。2臂長的哦，一斤蟲，我想一斤蟲的。沒，一群蟲，加個翻譯師係尋找的尋，一斤蟲的空間，就是尋找的這個長度的空間哦。不是一斤蟲，我們兩手伸展開的空間。對，一斤蟲嘅動作，我覺得就像爸爸媽媽小時候對我們比的那種，這樣動作，來爸媽抱你，爸媽保護你，在那個空間裡面，不有安全感這種空間，係嗎？我喺我得到咧，很喺我很厲害，我很強，他們都會說來抱抱，沒關係，過來這樣。對。兩種專輯是比較有一點回歸自己心裡親情的這部分的。接下來有冇要唱馬歌？係西的馬歌。呢首歌係第3首，第3首歌誒。清河嘅用誒。清河嘅用誒。好，係你係用誒嘛？唱下來彈看啊。好冇？好。哎呦，其他用嘅真係懂哦。懂講哦。對啊。我知道佢同張楚的時節親無相衝呢。係啊。親無相用。來，彈看啦。種種嘅酸甜，來當秋天夜的一杯沖酒，木燈燈嘅無奈何，腳步停下一步，馬街係相愛嘅。
吹來嘅風，捱天初再好觸摸。今後嘅切，今後嘅厲害。你们香港演创作国歌都没有尾奏的哈，还是故意的还是怎样？没听啊，没听啊，廖树刚刚好没有而已。对，没有，你刚第一首也没有啊。其实有啦，后面那是啦啦啦哈哈的唱而已，冇歌词。因为根本有现场嘅乐团嘛。推欣赏，俺们老制作单位讲，俺那哈。出新歌了哟，要不要发我？音乐费啊，当然爱啊，我们多需要，嘿嘛，有其他优秀的创作歌手。要不然我们这单元找不到人了。唔会啦，唔会啦，你当年都有青岛优秀的歌手出来，因某一天嘅创行嘢啊，对呀，好落花呀，又係講放嘢歌手都做得來嘛，你其他無共用語言歌曲嘅歌手基本上我來參加，但是而家特別做學幾條客家歌，就較麻煩嗰啲呢。2015年有新的挑戰，你錯嗎？有哪個挑戰？我哋還會做電台 DJ， 斜槓當 DJ 哦，當歌手、製作人又作詞作曲者，又做評審員，又做 DJ， 安厲害啊！那他因為我感覺那係一張，還係冇簡單的 DJ， 對，可以算是一個挑戰的。哦，但前輩在那裡啊，你們這都你這也講哎，會不會？真勁，哦，你家講他倆下做那隻天台 DJ， 倆下係 ICRT。This is ICRT. Yes, ICRT. This is Gina Yang speaking. ICRT 啊，客家東西，你全部講英文嗎？冇英文法語咯，客家話三種語言，強效 mix。因為有種機會咯。就係感謝你客 VP 咧，因為客 VP 希望介紹喊下多冇強用風格嘅客家歌誒，本國之年來談到啊，本國之嘅朋友談，還有英文歌誒，主要講你客家歌誒，你下遷來越來越多嘅風格，冇強用曲風嘛。故所有外國嘅歌誒，咪做得做強用一種可能佢特色嘅 tip 啊，就係他每節主題冇強用，可能做rap 來講啊，你就會介紹一啲外國嘅歌手，還有一啲做客家歌手，來介紹。唔過佢親無限，然後最近他發現一個就是流量密碼。什麼東西是流量密碼？就是穿少一點就流量。冇啦，要是說你沒有本錢穿少一點的時候，還有一種流量密碼，就是你的寵物。真的哦，這個寵物真的，很多人基本用講啊，乞丐樣片挑都不會死嘞，沒有多少人按讚呢，給同樣給我用高亮他按讚大概就贏過他自己跳的要死，不知道幾倍這樣子。俺倆就大家都滿愛，7-8嘞，唔係滿愛，最近7-8是什麼？7-8給狗狗嘅名，給它給我的名。所以你現在人不如狗的。你是母憑狗貴了。謝謝我的7-8。你為什麼會就叫取名叫7-8？因為我想一本大家談到幾個名嘅，就會想一問，為什麼叫7-8？我就會同大家講，你係客家嘅詩，是客家麻糬，對，分享給大家，然後大家就會記得7-8是客家麻糬，然後它的主人是客家人。不是有罵人的意思，冇啦，怎麼會有罵人的意思？要麼你說是個奇葩吧。你看那片。我記得你好像是領養它，對不對？對，同你阿狗之親有演呢。所以你總共領養幾隻狗？沒有，我前面的順位大概它現在領養是我第6順位。所以你家裡有6隻狗？沒啦，前面5隻我準備要領養的時候，它都被領養走，或是沒有辦法領養。對，我就覺得好可惜，就都很可愛，然後最後到那個動物之家，看到就會7-8。就有緣，就帶他回家了。對，就帶他回家。而且那時候還說，就是所有的狗都來，還是所有的狗都來，只有他不來，還是只有他來？不是，是因為那時候我已經準備好所有的用具了，狗狗用具都好了，就差一隻狗。然後我那個就放在那邊大概1個月吧，我就一直領養不到狗狗這樣，我最後就定好一天，我就決定
我直接到那边挑一只狗的。哎呀，早知道我们家那个大飞不要结扎，去生。对啊，没有留下他的种，我就觉得哎，好可惜哦。大飞哦，我们家大飞算漂亮的狗，一讲啊，一等一下，很可爱。其实狗狗小宠物们都很可爱啊。但是它长大也是算帅哦，很帅啊，嘿啊，狗狗最可爱了，一等一下。我上次看到一部电影，就是他也是去领养，领养到最后哇，剩下一只猫，就没有人，就那边没有人要黑猫，对啊，然后黑猫看到它喵，这样带我回家，哎，类似那种的，哎，他就把它就想到没有了，他就领回去，领回去，哎，突然在路上喵，他就往后面看一下，然后速度慢一下，哎，刚好前面那个红绿灯那个倒下来。哦，好有灵性啊！对，就救了它。对啊，猫咪救了它。哎，动物的预感。后来回到家以后，车一停好，他门一打开，然后喵，哎，就飞来一个雨伞。雨伞，就刚好哎，为什么有雨伞呢？刚好下雨。哇！哦，对对对。哇！就一个神猫啊。好酷。哦，回到家喵，这样。哦，而且他打开了一个金库，为什么有金库的钥匙？他说我要去尿尿了。会说话，我以为最后的结局是打开一个金库，这里有钱，猫来扶，狗来扶。客家嘅真的非常优秀，非常优秀，创作故事。哦，两年哦，他回家的时候都会这样。哦，现在才秀出相片了。影片它是哦，是影片，它是影片。然后我回家的时候，你看它是黑色的呢。对啊。哎，是台湾。给他给他，他6个月，然后6张烟。他是米克斯吗？嘿，米克斯。对，米克斯。就是台湾土狗嘛。mix 混种。对啊，米克斯啊，对啊。然后就会亲的影响，很快。他看到你回来好开心哦。对啊，他就一直转过来就按钮。对啊。因为我们公司有一个同事，他就是养了一只米克斯，就带来的时候就小小的。哎。现在养了快1年了，也还是小小的。哦，真的哦。他说奇怪，我是养到侏儒还是怎么样？那只狗狗吗？就长不大，像吉娃娃吧？大一点点的。就我说那对啊，会不会是吉娃娃？它本来就是小狗狗。它又不像吉娃娃，就是像这米克斯。哦，真的哦。它应该是有这个基因。有在检查吗？没有啊。也没有啊，就是长不大。我说那应该是跟吉娃娃混到了。对啊，健健康康就好了啦。对啊。哦，那他也是个很有爱心的一个女孩子。原来还没阿妹嘞。你2015年又有新的挑战，做电台 DJ 了。对。又有新的歌曲发行。对啊。今後嘅1年。希望有一種 EP 做得得到好嘅成績。好不好？加油！得到好成績。啊，金曲獎有播嘅啦哈。對。好 ，OK 好。希望你得獎。好 ，OK 啊，好唱歌嘅朋友加入報名哈。加打電話落去0966676666等台，打電話。好，今日非常多謝所有觀眾朋友收看哈。哎呀，多謝你。恭喜1號，新嘅 EP 舒養，大家多多支持哦。是王小強老師，還有孟翠欣長，安子 C， 辛苦嘞，安子 C， 辛苦現場嘅工作人員，安子 C。好，下禮拜我唔記得，見到準時時間呢，老年大擂台，老年共下來，再見，拜拜。